各位，我们今天呢最后一章跟各位大家解解法缘。除了我们必须要念佛以外，当然对世间的一些真相啦、处理方法、我们的生活态度要怎么样做，让自己快乐起来，自己快乐，让别人也幸福，别人也快乐。所以呢，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呢，我们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这一章。 我执如果不除，不能与大众和谐相处、和谐共处；法执如果不除，不能和真理相应气性了，不能相应气性。我执就是我个人的认定，我的想法，我的做法，就认为我自己就是对，我自己就是对。这个我执。 我的执着，我个人的对一个事情的坚持，我的执着，我不除，如果不把它撇开来，不把它转换过来，不转换，你没有办法跟大众和谐相处。我们人在一个这个地球是一个怎么样？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，各位对不对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。如果你个人要怎么样，我行我素啦，你自己独来独往啊，或许你可以这么做。 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，我们跟众生是息息相关的。你吃的、穿的、住的，各位，所有一切用的东西都跟众生密切的牵连呐，各位，对不对？你切不断嘛，割也割不开嘛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我们就是地球村上面的一份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大众。大众怎么样？我们大家共同配合。 需要怎么样？我能够有能力，我就尽量提供。各位，这就叫做我只把它打破，不要都单单考虑自己，不要想到自己的需求。但是你要别人呢，有别人的存在啊，这个才是真正修行呢。所以我个人的执着，如果你不把它消灭的话，不把它改变的话，没有办法跟大众和谐、和和气气、快快乐乐的共处啊。 你想要一起生活就很难了。法执如果不除，法执对外在所有一切物象这些东西、事事物的，任何跟你有缘、眼睛看到的、耳朵听到的、手接触摸到的东西，各位，这些都叫法执啊。我们对外在的东西，如果你太执着了，如果你不把它除灭，不把它改变，不把它冷淡的话， 你不能跟真理相应。我们佛告诉你，这是假象啊，这是虚幻的啊，没有办法真实固定永远的存在啊。佛都告诉你呀，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个相，你知道，虽然是现在出现，但是它的因缘假合的。你看到相不是相，才能看到你真正的德相，你如来的本相。 但是你把这个执着、法执执着，一旦执着，没有办法跟真理佛讲的，佛讲的告诉你的开示的道理呢，没有办法相应，气心没有办法跟佛心呢相的相应呢，没有办法契合在一起。佛明明告诉你这是假的，不要执着，看开，但是我偏偏执着它，要抓着它不放。 对不对？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佛讲的真理，就是开示的道理呢，没有办法相应。所以我们学佛可贵在哪里呀？你对懂的道理，道理完了之后，你要把它用在什么？用在你的生活上，你的生活上一应用，哎呀，什么东西都平淡，看得开。 对不对？不要计较，不要跟人家冲突啊！不要为了东西，一直拼命的贪求，不会。 因为知道嘛，佛已经告诉我了，什么？这是一切都是无我，一切都是空相，对不对啊？一切都是无常啊！对，那这样我的心就没有挂碍，得到也好，我非常欢喜；失去呢，我们就也不悲伤。我们来呢，我们欢迎；去，我们就祝福啊！一切尊重这个因缘。所以你这个对这个法执。 不执着了，外在的所有一切东西，你不执着，不执着，你只要不执着啊，你如果一旦你执着，你不把它改变，就没办法跟真理相应。但是你把它不执着以后，你就心开朗了，放松了，那个束缚
绑住那个绳子啊，把你绑得紧紧的呢，一条一条怎么样把它解开来了？你放松你自己了，就过的日子啊，好像啊逍遥自在了，非常的无碍，任何东西都是没有障碍。所以各位，这就很重要的道理，各位对不对啊？除了我们要念佛以外，我们的生活上我执一定要除灭，法执也一定要改变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生活就会幸福快乐，就会幸福快乐。很简单的几句话告诉大家，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。好，各位莲友，大家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